吼，咱虽然歹代暂时畅行吼，公益稳当就是迄第二段是天的本对一家吼，咱甲第三再搁唱一摆，咱大声来吟，咱要学了上帝吼。第三再来，我心我了上帝。1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至大上帝愿你带我，阮过今世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宽容，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一日养持我，求你一日养持我。圣诗622首。第三再唱一个阿妹啊，会记哩哦。咱第三再搁一个来。天涯高枝，我有难负你，遥一边的花。哎呀，是做来见我。后壁才爱记哩好，搁一首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圣诗402首，咱唱了要按照心来做礼拜。402首来，恳求主你引带
听阮的白上帝啊，经过2020的逆境抗疫，阮伫即个2021新春的第一个主日，虽然天气是寒冷，疫情也无法度有效的控制的时，总是你常常将新的愿望、期待下伫阮的中间，阮体会到新年的快乐甲欢喜。搭伫这新春万名换新的时，恳求主，你也解换阮的心神，互阮用新的心主爱你，爱阮行的路来跑走。今仔日也是新的开始，也求你，互阮会晓算数家己的日子，行出爱主你的模样。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啊，咱着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兄弟姊妹，请起立，咱用圣诗18首，我心学乐上帝来学乐伊，请起立，爱经3节转首。
阿头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面。阮日时行着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所信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是第4摆葬落阴府，第3日对山窿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啊，这请坐。大家来启用，伫圣诗的后尾，启用文第30篇，圣诗后尾1052面，也是诗篇121篇。启用文第30篇。我举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你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大家来启用，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咱三甲啊，把手举起额头来祈祷。是阮大官灵的主上帝，圣父、圣子、圣神三一的上帝。伫即个今年的头一个主日，阮感谢你过去的保守，伫整世逐样紧张的风声的中间，阮得到你遮大的怜悯，今仔日会当平平安安来到主你的圣殿来做伙。甲兄弟姊妹来学乐敬拜上帝，阮为着这来感谢，嘛为着伫逐款艰难中拄着甚至拄着亲人死失的兄弟来祈祷，主阮实在甲因共啼哭同艰苦阮嘛做伙来敬拜你，因为伫你阮才有盼望求圣神帮助阮即时。放下逐款的烦恼、痛苦世俗的牵绊，互阮嘛照阮读阮所读的主祷文阮来赦免过阮的人，嘛求你即时来赦免阮若有无意中来辜负阮周围的人，嘛求你赦免，以主的保护。阮众人得到称做圣，会当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围内来敬拜你，来亲近你。阮遮为着逐国执政掌权的官员来祈祷，特别伫即个疫情严重的时阵，求你互因有主你的公义、你的怜悯好好了后你逐国。因会对抗即个疫情的事，
嘛特别为着大国内底属伫你的子民，所有全世界的基督徒，求你伫即个惊吓的中间，会当伫未信者面前来显出上帝，只有上帝是阮唯一的盼望，因为阮毋知新的一年会搁较好，还搁较歹，阮拢毋知。求你，互阮会当百姓会当过平安的日子，早日会当自由来伫逐所在的教会来敬拜你。阮为着南门教会新一年的展望来求你来帮忙，互阮照着今仔日张牧师所开帖的信息，阮知教会的发展会拄着种种真悬的声唱，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顺趁阮救恩的大元帅，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毋是叫上帝徛伫阮即边，是阮爱徛伫你迄边。阮伫祈祷中，阮会看出到今年的年尾，阮会经验种种上帝伫咱教会内底的稳定真侪得胜的所在。阮来伫遮先大声为着年尾来向你感恩一者。求你互阮今仔日伫行讲道的时有谦卑受教的心。因为阮知新的一年毋是干那教会，阮个人拢爱面对种种的困难甲威胁，无论是健康、性命，还是经济、事业、学业人际关系、家庭，阮拢求你互阮有你的眼光会当顺着仰望的心来行头前的路。互阮毋是拜托上帝照阮的意思，是阮会当超找你伫阮逐人各方面你的方法，阮会当遵趁甲去实行。伫遮嘛求你特别安慰最近阮拄着其实的梅子节妹妹节。因的至亲，主求你来安慰。阮知人的安慰常常是空空，只有圣神的安慰甲陪伴，才会当得到好的效果。阮知全做兄交甲即事，你互伫你的意思，互伊煞世间的劳苦无阁有艰苦啼哭。身体的威胁，阮求你来继续，互活的人的遗嘱你来引带因头前的路。因最近爱办理种种个别的事，求你来互因有平安。伫人看做是无好的代志，毋过伫你内底有讲袂出来的平安。甲仰望，阮今仔日的敬拜愿你接纳，会诚做芳芳的节，无论是圣歌队，也是阮逐个人会众的吟诗，阮拢奉献，拢诚做芳芳的节，互你欢喜。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圣歌队来学乐，金光要显现。
多谢圣歌队伫旧约毋若一摆，当百姓学乐赞美，也是咱会要所读的经文，是发声歌唱就倒。咱做来看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旧约约书亚书第5章13到15节，第2位是6章3节到第5节，第3位是1节6章1节，伫台语和日本的235面，甲236面。约书亚第5章，约书亚wat近耶利哥的时，夜捌看见有一人手背倒徛伫伊的对面。约书亚近wat伊，问伊讲：你是为阮的，还是为阮的对敌啊？伊应讲：无，我来是做耶和华的军长。约书亚就拍伫地面拜伊，讲：我的主命令奴仆甚物？耶和华的军长对约书亚讲：脱去你骹里的鞋，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的。约书亚就照安尼行。第2位，伫第6章的第3节，恁一切的战士着维系即个城一摆，6日拢着安尼行。7个祭司着举7支羊角的荷筒，行伫约柜的头前。到第7日，恁着洗城7摆，祭司也着分荷筒，因分角的声拖长，因听起荷筒的声，众百姓着大声喊，声像就要倒边边，众大人拢着直直进前去。20节，百姓就喊，祭司也分荷筒。百姓听起荷筒的声，就大声喊，声像就倒到边边，百姓就进前入城，大人直直去，对安尼处迄个城。今日讲道，安且咱本堂会将主任牧师伊的讲题是歌唱倒怀。咱搁一遍三甲来祈祷。主耶稣你讲，看，我将一切拢换新。伫新的一年的第1主日，主阮来到你的面前，主阮恳求你，用你的神甲阮三角点，用你的话语，互阮来养饲阮，互阮整个阮的心智，互阮整个人用总来换新。主阮也恳求你，今仔日降落你的话语伫阮的中间，来养饲阮心灵。互阮得到帮助，互阮的性命因为你的话语搁较丰富，搁较充满着光彩。主，阮将下面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求你的圣神引带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这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第1主日，伫遮我来祝大家新年快乐。愿2021年，上帝的平安甲喜乐逐一日甲恁三甲伫地。2020年咱全世界能讲是济灾难的一年。感谢上帝保守咱的教会，保守台湾面对即个世界的即个大瘟疫即个惊吓甲不安，咱犹原有平安，甲咱三甲伫地。经过2020年咱要来迈向2020年，咱头前的挑战甲威胁，看起来并无减少。那亲像咱今日咱所要看约书亚记的信息，
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迄个应允的迦南地。但是因马上就要面对搁较大的挑战，啥物挑战？真宽大、真坚固的耶利哥的城墙。相信2021年，咱也必须来面对咱外口环境的真侪耶利哥的城墙，甚至咱生命当中嘛有侪的城墙。咱的婚姻、咱的经济、咱的身体健康咱的工作。咱甲咱的囝儿的关系，甚至包括咱久年来，因为咱生命面顶的软弱，互咱犹原活伫迄个失败内底，互咱的心灵非常的爽约。既来透过今仔日的这段经文，看到上帝是安怎互耶利哥城墙来倒坏，嘛期待伫新的一年，上帝来带领咱。互咱生命当中的高墙一个一个来倒坏，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今日的经文内底，咱看到耶利哥的战争对约书亚来讲，对以色列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因进入上帝所应允互因的即个迦南地的第一场的战争。所以这场战争非常重要，不过嘛是非常的困难。对人对各方面来看，拢是一个无法度得胜的一场的战争。这是一个无可能的任务嘛。耶利哥城，伫考古学家来看，伊讲挖出这个遗址，伊讲这个耶利哥城，伊的王，这个耶利哥王甲伊的贵族住伫这个内城内底。伊有两面的即个围墙啦，两堵的即个围墙。第一堵就是甲即个围成一个内城，然后老百姓啦，就住伫即个外城内底。然后即个两堵城，两堵围墙呢，第一堵宽度大部分拢伫一个6米甲8米的中间，即个宽度呢伫3米啦。所以，伊即个围墙的面顶用有足侪兵仔伫用伫内底，会伫面顶来活动哦。所以，伊即幅图是啥？即个图是叫你讲当以色列人咧设即个耶利哥城的时阵，实际伊看耶利哥城都是遐尼宽大。然后，咱若搁到尾咱若看到上帝带领因得胜的时阵。即个耶利哥所起的这真宽大的围墙，拢倒来，成做一个一个坎仔，互即个以色列人用变做因骹底所踏的，那像楼梯共款，用进入即个耶利哥城。所以即个圣经嘛讲，住伫内底的城大溃烂的勇士啦。毋过，上帝爱即个约书亚去拍即场看起来是无法度刣赢的战争。其实，咱对圣经来看，对创世纪一直甲启示录，上帝要爱人做的代志，无一件是人有法度做的。要来喊100岁生囡仔，够可能？无可能。摩西要带100人的即个以色列人来出埃及，有可能无？无可能啦！即个一个囡仔要来拍败即个大汉人耶利哥，有可能无？无可能。耶稣交代伊的门徒讲甲福音传到地极，有可能无？无可能啦！所以对即个圣经内底，咱看到每一件无可能的代志，毋过因为有上帝伫内底，拢诚做可能。而且每一项拢已经来成就啦。咱伫另一方面，咱来思考，基督徒必须有一个真重要的看见。这个看见就是啥？每一件对人来讲拢是无可能的任务，毋过拢有人参与伫中间。这是足奇怪的代志。红海要分开，约旦河的水要徛起来，是上帝才有法度做的代志。毋过上帝往往伊咧邀请人来参与
伫伊个大个作为，甲建立伊个新约。过红海的时阵，上帝爱摩西安那，甲伊个竿仔举起来，互水来安那分开。过约旦河的时阵，上帝爱祭司的脚安那踏入去约旦河的水。相反，上帝嘛爱约书亚去做伊无法度做的代志。当约书亚来回应上帝，来参与伫即个上帝大作为的时阵，伊就互即个坚固搁宽大的耶利哥的城墙来倒坏。所以今仔日的信息要甲大家讲，一个有上帝参与的人生，是一个超越自我的一个人生。我讲一遍，一个有上帝参与的人生，是一个自我超越的人生啊！今仔日甚至咱爱掠着上帝要甲咱讲的，当咱的生命内底有足侪看起来拢亲像耶利哥城墙共款，足宽大的，然后足坚固的。有当时啊，咱有一寡歹的习惯，咱的无好的脾气，咱无好的态度，悲观的态度，拢一直来甲咱困扰。久年来，伊来甲咱捆绑掉咧。咱若要过一个有超越自我的人生，咱若是要甲过去咱的所有的软弱，2020年以前所有的失败，拢完全甲去杀掉，将遐个偷棒完全来遐捆绑完全来得到偷棒的时阵，咱伫2020年要行一个新的道路，咱的生命必须有上帝来带领咱。上帝一直咧做奇妙的代志。互咱每一个人拢会过着一个得胜超越的人生。上帝爱咱的人生是不平凡的人生，所以圣经咧记载拢是一寡平凡人，因为有上帝，伊来活出无平凡的一个人生。亲像彼得甲雅各，伊是上平凡的掠鱼的人，伊每一工伊用做的是啥啦？爬网捕破网，咱就甲伊用做这个代志。咱若想，咱有当时嘛，亲像彼得甲即个雅各共款。咱每一工上上班下班，头家来甲咱加薪水，互咱升官，咱就安尼足欢喜的。毋过伫遮，咱来看到彼得甲雅各因遮的人，当因若拄着主耶稣以后，因的生命变做一个有上帝参与伫因内底的一个生命，因的生命完全来改变啦。一个有上帝伫咱生命的人生，是一个不平凡的一个人生。彼得，我相信伊一世人都无会想到，一个掠鱼的有一天讲道一篇讲道，就用互5000人伙计来信主。伊嘛无想讲，伊一句话就用叫摆骹起来行，一个祈祷就用互人安那对死人中告啊！伊搁较无法度想到，伊写的2张批安那竟然变成彼得前后书，甲咱2000年后咱搁咧读。所以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伊要爱安怎？爱咱有一个超越自我的一个人生，伊要互咱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咱对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有3点咱会用来学习。第一点就是咱必须来褪去咱骹面顶的鞋。第二，咱必须来顺服进入迄个属天的一个层次。第三，咱的生命内底爱用约柜来掠约柜做咱的重心。第一个，咱来褪鞋。伫5章的15节，耶和华的军长对约书亚讲：褪你骹里的鞋，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约书亚就照安尼行。耶和华军队的即个军长爱约书亚安那褪鞋。即个褪鞋，即幕的情形是伫即个摩西互上帝呼召的时阵嘛是共款。耶和华军队的即个军长对约书亚讲：，甲你骹面顶的鞋甲褪落来，为虾米？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的。褪鞋啥物意思？褪鞋有2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毋通将世俗的即个太高污的带入上帝圣洁的所在。第二，褪鞋代表就是褪掉咱过去所习惯的即个老路线，也是咱的方法。第一个，咱来看
每一个拄着上帝人，第一个爱处理的是安那，爱脱下，脱啥？甲用咱即个世俗的罪甲除去。每一个罪拢会成做咱的软弱，拢是咱的对敌要甲咱攻击的一个工喙。但是咱持续一直伫迄个罪内底，一直伫咱生命的软弱，伫迄个缺点的内底，咱的生命就是即个对敌来开门，成做上帝甲咱三角之地的迄个阻碍。有一个我来讲一个真有名的希腊的即个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叫做这个主角叫做阿基里斯咱知影阿基里斯腱这个阿基里斯呢，伊啥物人？伊是希腊第一勇士，伊全规身躯刀枪不入，无人用甲杀死。毋过伫即个特洛伊战争的时阵，互人射一箭，拄啊射着伊这个脚踝这个所在脚踝这个所在，偌怎死去？谁会安尼？毋是规身躯刀枪不入，搭一箭，就搭即个阿基里斯，即个希腊的即个战神甲杀死呢。原来呢，即个阿基里斯呢，伊咧出世的时阵，伊的老母嘛是一个女神是一个海中的女神，将伊倒吊进入迄个引互人身体不朽坏的即个河内底啦。迄个河叫做冥河啦，就甲掠咧，甲一个进入即个河内底。伊全规身躯浸着水的所在，就变成刀枪不入。唯一无浸着水的所在伫倒位？因老母甲掠迄个脚踝所在，我迄个所在我无浸着水。所以迄个所在呢，就变成阿基里斯全规身躯唯一的即个弱点啦。咱若去查英文，迄个罩门，迄个字，就是这阿基里斯这个字所以变成伊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嘛互阿基里斯这个全天下上这个无敌的第一勇士，去互特洛伊的王子一箭射到伊的脚踝，就死去。这个故事甲咱讲啥？就是咱必须来赢过咱的即个软弱，检查咱逐项拢足强的，亲像阿基里斯共款。检查咱有足好的有一个头前的路，但是可能咱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弱点，会互咱一世人完全全盘皆输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即个2021年初的时阵，咱好好想。咱的生命内底，是毋是有亲像即个阿基里斯的脚踝共款，有一个弱点，一个破口。即个咱有好好去甲即个咱的破口，咱的即个弱点，好好甲对付无？有阵时咱无好好对付，咱生命内底迄个咱破空，咱落地破空地钱都地袂掉。上帝互咱足大的恩典，互咱足大的祝福因为落地破空，咱就拢法度地满。所以伫甲咱有来些信主足久的，咱感觉讲哇，我共款搁遐尼颂扬，我的心灵共款搁遐尼颂扬，但我拢无法度亲像圣经所讲的，得到丰盛饱足的一个生命。咱来看犹大支派，因为因无遵照着上帝的话语的吩咐。将迦南人全部赶出去，因留下住伫即个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结果呢，即个后壁即个耶布斯人，就诚做甲这迦南人呢，就诚做因完全败坏的即个原因啦。带来以色列人灭亡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祸患。所以，当时一寡耶布斯人看起来无啥物影响，看起来伊是遮以色列人的手下败将，看起来拢无害。毋过有一句话讲啥？讲一撮的即个稻草，就用点到若像山的茶，至微细的做，会
会来煽动搁较大的罪啦。这都是罪可怕的所在。亚伯斯人无可怕吧？伊是我的属下歹将，我以色列人伊当阵当强的时阵，伊对我无任何的影响，就亲像阿基里斯，甲小小一个脚踝尔，一个部位尔，袂较衰啦。但是当因来忽略因性命的弱点，因的罪的时阵，就成做因性命败亡的一个上大的原因。小小的即个空芳就用一直来摊开，互整个水坝的水会来规个破坏，无彻底来除去的罪，会带来无穷的一个祸患。所以上帝谁人爱即个约书亚伫咧拍即场战争以前，先爱处理啥？你爱将你的鞋脱落来，因为圣洁的上帝袂甲咱的罪同在啦，袂甲咱的罪来同工啦。因为罪会互咱踮伫即个对敌的面前，互咱徛袂牢，所以罪会互咱失去咱甲上帝的同在。上帝今仔日甲约书亚讲，脱鞋，兄弟姊妹，咱有愿意将咱的鞋脱落来无？有一寡物件咱真毋甘，安尼足珍惜的。现在迄个物件对咱生命是无利益的，咱嘛是拢甲定掉咧。圣经讲啥？遐物件是当灭之物啦。当我甲少年人讲，讲即段的时阵，我讲，咱的手机内底拢有足侪当灭之物，等于好我清清咧。因为遐物件来阻碍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要来书讲啥？讲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紧紧填盘咱的罪，用吞忍来行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程。当咱中间有人无，咱遮的物件已经成做咱的填盘。今仔日上帝对咱讲，脱鞋，约书亚今仔日甲咱教导的，就是咱要安怎来得到伟大的一个胜利。上帝甲伊讲的第一步是啥？脱鞋。所以对于2021年，咱逐个爱学会晓脱鞋。脱去咱的罪。第二，咱来用一个顺服进入属天的一个赞处。当约书亚愿意顺服，将伊的鞋来脱落来的时阵，上帝才开始甲讲你安怎来战赢即场的战争。上帝将伊对地上的即个策略来提升到一个属天的赞处。上帝开始来讲要安怎来攻打即个耶利哥的城。所以，即个上帝甲伊讲的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策略，是一个有智慧、有信心、有勇气的一个策略。所以，脱鞋，我头拄有讲，其实伊的意思嘛是脱掉咱过去咱习惯所使用的遐个方法。咱知，即个约书亚，伊晓小战无？伊是真伟大一个军事家。以色列人伫旷野流浪40年，毋知战偌济个战争啊！所以伊足有经验的啦。面对耶利哥城的时阵，我相信伊嘛有真济的计划，真济的筹备啦。毋过伊拄着上帝的时阵，伊将伊所有的即个策略，伊的筹备拢甲藏落来。所以咱看到，当约书亚愿意顺服。脱鞋的时阵，上帝就甲伊安那，就甲伊即个伊家己想要安怎拍，伊的计划拢完全甲放落来。上帝甲讲一个属天的一个策略，用我上帝的方法，保证你拍赢。这叫做即个属天的赞处。有一遍，上帝来教导即个韩国上大间教会的赵永基牧师。教会要安怎成长？赵永基牧师当然伊甲后期有出真侪争议的代志，咱这咱无去讲。当时的赵永基牧师，因为伊非常努力来工作，佮紧食祈祷啦，通宵来祈祷啦，来传福音、探访啦，开报道会，伊身体已经扛袂牢，伊都破病，倒伫面前几啊个月，拢无法度爬起来，伊的身体已经扛袂牢。倒伫倒床的即几个月，伊
伊安那，伊一直甲上帝求，伊安尼认真来做上帝的工，伊的教会得到真大的增长。当时伊教会已经有3000人、5000人，这是一间足大间的教会啊，已经足厉害啊。毋过伊伫破病的时阵，伊向上帝来求，上帝互伊安那，伊讲。赵牧师，你去看民数记11章31节，伊讲啥？伊讲哦，有风对耶和华出，将鹌鹑对海里吹来，对落伫崖边，即边约了一日的路站，迄边约了一日的路站，伫崖的四周围平平是离地约了有2丈。所以咱伫遮看到上帝对即个牧师讲啥？你看，你用你的双手用掠偌济鸟啊！啊！你姊妹，咱2支手用掠偌济鸟？我看无济。廖牧师足认真的，只不过3000、5000，足厉害啊！这就叫做属地地的一个赞处，属地人的一个赞处。如果上帝安那一阵风，就甲鹌鹑吹来，坐甲崖边即个四周围拢是鸟啦。对即边爱行偌久？一工啦。你对遮行到桃园，哇，沿路拢鸟。对遮行到宜兰，一工行一工，沿路拢鸟啊。所以上帝甲即个赵牧师讲，你要爱偌济鸟，我度你偌济。迄段圣经讲啥？以色列人食肉食甲迄个啥肉对鼻孔喷出来。这叫上帝甲人的赞处完全无共款。所以了后，即个赵牧师伊咧牧会就开始安那，毋是讲伊就开始无认真，毋是伊搁较济来倚靠上帝来牧会。所以上帝果然啊，甲即个真济鹌鹑用大风来吹来。所以赵牧师建立全世界上大的教会，伊的教会甲即阵50万人的教会，全世界上大50万人，真厉害。人所用做的可能3000、5000，真棒啊！毋过50万真的是属天的赞处，这是上帝所做的。所以兄弟姊妹，咱若要互咱生命当中的迄个宽大的即个围墙来倒坏，咱需要进入迄个属天的一个赞处。咱必须按照上帝所赐予咱一个策略的一个方法，咱的生命才有法度得到胜利。听起来足难的。其实无遐难，上帝所赐予咱的策略甲方法，就伫即本尔。所以伫未来2021年，咱好好啊来读即本圣经，真宝贵。相信上帝要甲咱带入去迄个属天的一个赞处的内底。搁来用约柜掠约柜做中心，第3节甲第5节，你出个战书着威势即个城，1摆6日拢着安尼行。即个祭司举即支羊角的荷筒，行伫约柜的头前，到第7日，恁着洗城7摆，祭司也着分荷筒。因分角的声拖长的时阵，恁听见荷筒的声，众百姓着大声喊，声响就要倒边边，逐人拢着直入去啊！这是一个以约柜为中心的一个策略。上帝来吩咐即个约书亚，你个攻城的即个队伍，带兵去的徛伫上头前，然后祭司举7支羊角伫后壁，然后是约柜，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对着约柜来行。这是上帝所排的一个次序啦。所以咱伫遮咱看。无论圣经定定咧讲约柜的时阵，伊安怎写，拢会甲迄个约柜的即个应该摆伫啥物所在，讲甲足详细。因为约柜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记号，是全以色列人信仰的中心，搁较是以色列人伊步步来军队的一个目标。事实，咱咧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阵，啥物伫头前？约柜伫头前。约旦河才会分开，约柜伫头前，以色列百姓对咧行，耶利哥的城墙才会倒去。所以基督徒的道路甲人生是一个约柜伫头前的道路甲人生，咱的次序毋好毋对，毋通走比约柜搁较紧，
毋通走比上帝的旨意搁较紧。咱搁来看6章的11节，伊安怎讲？对安尼，伊互耶和华的约柜围城设一摆。咱知耶和华来甲即个约书亚讲，你安怎来攻城的时阵，伊就一直咧设迄个耶利哥城，对无？啊，谁人搁爱加即句话？安尼约书亚互耶和华的约柜安那来设迄个城啦。即节圣经看起来哪像安尼毋免讲啦，加出来啦。啊，就咧说啊，一直说，一直说，啊，约柜当然嘛咧对咧说。毋过伫遮咱爱知，伊真重要的是咧记载啥？到底啥物咧说即个城，即个围墙，耶利哥城是约柜咧说城，咧说即个城。兄弟姊妹，看到重点无？伊咧说即个城，毋是人去说，是啥物人咧说？是约柜咧说啦。人咧说，我甲你讲，你说甲吼安那，较发扬去煮迄玻尿酸拢无效，甲约柜说有效啦。所以咱人一生的果效，毋是咱足拍拼咧安那，咧努力是安那，是耶和华的约柜咧生成。阮上帝来使用，将约柜带入咱的生命内底，带入咱的婚姻的内底，带入咱的事业的内底。伊要安怎带领咱来设迄个城？所以咱毋通定定拄着代志的时阵，坐伫电脑的头前，啊，头毛照甲用要无毛去，安那，就伫遐想袂出来。靠人的气力，咱2手用抓偌济鸟啊？有限啦。所以咱爱互咱的约柜来安那来设城。所以一个用约柜为中心，就是掠咱的上帝为中心，做咱军队的目标的时阵，对咱每一个上帝的囝儿拢足重要。一个无约柜的一个军队人生，咱就开始去对啥？对机会。即阵社会正好趁钱的时阵，咱就往即边去；即边的门开的时阵，咱就往即边去。咱定定安那？咱无一个目标啦。咱的目标毋是伫上帝，毋是伫约柜，咱的目标是啥？倒位有利益，我就往哪里去。所以至到咱安那济人，咱已经信耶稣信足久的，咱一生无啥物领受，因为咱定定乌白队，咱无坚心来军队约柜啊。所以咱得不到迄个上帝的迄个祝福。咱如果咱得袂到上帝要带咱来抬赢咱生命所有的困难，上帝要引带咱，互咱的即个生命内底迄个悬的耶利哥的城墙来倒坏。约书亚咧说啥？哪像伊咧说？其实我有讲过，啥物人咧说？上帝咧说，是约柜咧说。是上帝伫伊的面头前为伊来交战，所以咱来读即个约书亚的时阵，咱定定会即个有即款的即个经文一直出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替以色列来交战啦。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来交战，兄弟姊妹，今仔日耶和华犹原为咱来征战啦。这是圣经互咱非常宝贵的。伊毋是甲帮助迄当阵的以色列百姓尔，到即阵2021年的时阵，耶和华犹原伫咱的生命内底咧替咱来征战。所以咱基督徒活咧，毋是靠咱家己的气力想要掠，想要安那，想要干咧拍，你用拍偌济，你用掠偌济，生命中搁较咱有耶和华为着咱来征战的时阵，咱生命当中搁较大的困难，搁较大的围墙拢会来倒坏。最后20节，百姓就发，祭司也分何同，百姓听见何同的声就大声发，声唱倒甲平平，百姓就入前入城，逐人直去对安尼处迄个城。透过今仔日的信息，咱知上帝互咱带咱过即个约旦河，到伫迄个应允的所在。毋过咱定定咱的生命内底有迄个悬的耶利哥的城墙，甲咱挡条咧，直到咱无法度进入迄个上帝所要赐予咱的迄个足水的一个产业，咱就停伫遐，
咱着踮伫耶利哥城墙内底，咱毋知影要安怎。今仔日透过即段经文，咱看到安那上帝甲约书亚讲：第一，你爱疼下；第二，你爱顺服进入即个属天的一个赞助；第三，咱的性命必须用约柜来做咱的中心。所以相信2020年、21年，咱来遵照即个策略来讲，上帝要带领咱来太赢，来攻破即个咱生命当中悬佮坚固耶利哥的城墙，互咱会用进入即个耶利哥城，进入迄个胜利的内底，互咱过着一个得胜的人生。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阮知阮每一个人，阮有济的罪，阮有济的缺点，阮有济软弱，造成阮久长以来，阮为家己来起造坚固佮大的耶利哥的城墙。这个城墙来拆解主阮家己的即个关系。得甲你所赐互阮迄个应允水流年甲日迄个水的产业，阮无法度来得到。主，阮恳求你，伫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你阁互阮看见，用一个属灵的目睭，互阮放落家己，互阮会用躺下顺服伫你的头前，互阮用遵照你的旨意，遵照你的话语来过阮每一天的生活。阮知每一天的生活是一个征战。但是你又因为有上帝，阮相信你要带领阮来太赢阮所有阮生命当中的征战，你要互阮过着一个得胜的人生。主，阮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的诗歌。圣诗622首，四大上帝愿你带我。请坐，即时请嘉宏执事甲洪英执事来负责。
请大家起立奉献的时光。遮济报告下一项教会的消息，欢迎今仔新年第一个主日来做伙敬拜上帝。今仔日嘛是总会的宣告的奉献主日，请关心奉献，嘛欢迎大家礼拜后留落来交易。第二项，阮教会真正足欠音控的志工，请即场礼拜煞，请留咧遮。有心想要做音控的服侍的人，请留咧，有初步的介绍甲训练。第四项，社区的服务的时间，阮热智班、智慧手机班甲长青乐活站拢即期拢圆满的结束，嘛足感谢原来。郝正宽执事做班主任伊有一个坎章，咱新的要请咱阮胡中庸长老来接任，请大家继续支持，嘛请正宽执事，毋知有伫咧无？好，咱大家感谢，代表教会来做多谢。过来，要请阮中长老来继续来服务遮个长辈。第五项是毋甘的消息啦咱的交家律师离开咱咱入念火化的礼拜，要伫即礼拜日1月初5，伫下晡1点半，伫二滨的至美一厅举行。教会的个别礼拜，伫即礼拜六1月初9上午10点，伫咱教会举行。请大家为着遗族来祈祷。第六项，后礼拜有为着咱主题的奖学金的募款，请大家事先来准备。第七项，到即月底进前，若兄弟有收集周报的习惯，请甲收集好，送到办公室，阮会免费来替你来装订第八项，财务组请各团契的会计将1月17进前将校谱来交互办公室来查销。第九项，合会的手册嘛，请各团契逐组将报告想要报告的资料提互办公室这个日期嘛是1月17，搁伫楼骹头入来时阵，可能大家有看到迄款通讯录有新的更改，也是讲要搁整，也是要有改，请大家若感觉无问题，就使拍一个勾互阮知。团契的消息副团契遮歹势是6点开始，所以你若6点半来，可能前几道菜就可能就这真正歹势今仔日下晡6点伫北区的海豹另外，上联团契的消息，即礼拜5伫上午9点半伫艋舺教会举行，请上联团契的客友来注意。另外，具体的消息嘛是真毋甘的消息专做兄伫12月26蒙主文调享年86岁。伊的个别的礼拜伫1月18上午伫10点半伫第2殡仪馆的至真2厅来举行，请大家纪念安慰。内底的事项请大家看。即马要请张牧师有补充报告。一项爱拜托就是楼骹的迄个资料的更新
对我来讲足重要，因为我要甲大家联络。我迄个和会手册有较足侪电话，大家手机若毋是已经无咧用，无就因剩的电话无咧用吼。所以如果你若方便，请咱看下落去，你更正吼。你若有手机已经无咧用的，这过落去一年大概拢爱用迄个资料。如果你若无爱甲你的电话放伫馆顶，你注明讲不放在和会上，毋过拜托，互办公室遮有正确的资料吼。特别是 email 我最近真侪用 email 甲咱大家联络吼。如果你若有 email， 拜托你写 email 甲大家拜托一下。我今仔日来介绍几个伫咱中间吼，先来介绍王金泰牧师，这是咱教会出身，教牧师娘伊今仔日特别转来咱遮做礼拜吼。王金泰牧师，欢迎。也有2个新的朋友吼，我这资料是张昭正兄，张昭正兄毋知伫遮无？我甲你欢迎张正兄。伊本来伫义工教会毋过伊住伫南昌街吼，伊望将来通伫咱的教会吼，伊也是参加咱的智慧手机班的学员吼。张顺环毋知伫遮无？伫后壁吼，咱顺。是翠芬的哥哥吼，真欢迎，伊要来参与伫咱音控的训练吼，咱真好。毋知还佫有需要介绍的人无？咱即个大家庭最近遭事一寡咱的兄弟先离开咱，迄个焦家社毋知伫遮无？焦家社甲静慧，静慧甲建祥，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你。咱来欢迎建祥甲静慧，请坐。静慧伊念伊爱转去美国吼，伊伫美国伫阮的教会。全做兄毋知有家族伫遮无？无伫遮。咱拢知个别下礼拜安排吼，招工遐是拜二，雅音合唱团拜托爱准时吼，1点半。拜六才伫咱的教会有个别礼拜，全做兄伊会较后壁伫1月18，咱周会阁出，咱为着因来祈祷。我要请咱大家用短时间，如果你行动方便，咱起立来为着即个家庭，为2个家庭来祈祷，敢好？请咱起立一吼，来默祷吼。想使阮活命的主宰，阮只是需要安慰，需要永远的望。求你甲阮三合一个。特别甲一个家庭三合一个，因伫天顶参加天顶的敬拜。有一天，我要伫迄个所在加入，伫迄个行列，求你接纳因的灵魂，伫你永远的祖家。因为有朋友伫迄一边，阮搁较意爱上帝你永远的应允伫阮的心内。毋望一切好事，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互所有人得到安慰。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较济平安礼，咱拢诚做一家人，请注意就好，莫按手，莫烧人。因为耶稣，
阮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尤其煞请将牧师来掌导。 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大家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遐济啊，电乐线，咱遮起身。